政府今年开始将扩大6岁以下幼囡仔国家做伙饲的政策，也毋过在东关鹿野乡的托儿所，县乡代会决议讲要搁延一档才裁掉，未来讲要伫国小来设2岁、3岁的班级。外界是质疑讲国小敢有照顾幼囡仔的资源甲能力的，也毋过县政府是强调讲因会尽全力来协助。鹿野乡立幼儿园上侪会当招收140名2岁到国小入学进前的幼儿，目前有50多名幼儿就读。去年乡大会以经费困难，通过决议113年裁撤，互当地家长真烦恼。未来有需要的家庭爱将囡仔送到更较远的所在就读，接受照顾。我们有一些隔代教养的话，因为隔代教养的话，对我们的交通非常的不方便。乡公所为了解决争端，伫去年年底召开公听会，50多位家长反对裁撤。乡公所即马决议尊重家长甲乡大会决议，裁撤乡土案搁延1年。也毋过1年了后，要争取伫乡内南邦2地各找一间小学设置招收2至3岁幼幼专班。1年了后，35名2至3岁乡内幼儿才有学校会当就读接受照顾。关府教育处表示会全力协助。真的代表会坚持要把我们乡托废除的话，那我们的配套措施一定要做得很圆满。2岁专班的这个班盘点出来，那我们希望能够就近来照顾跟服务这些家长们。台东县教育处强调，幼儿接送也是家长关心的问题。县府今年下半点专关小学幼儿园，提供幼有亏学校，让家长会当将幼儿转到离厝近的学校就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